有啲人話如果唔識數學，去澳門賭錢會輸得不明不白咁話。咁如果識數學呢？答案可能仲慘呀。識數學唔會令你贏得穩陣啲㗎，好多時候只係令你好早睇到一件事。賭場最恐怖嘅從來唔係某一鋪輸贏，而係你明明知道概率唔撐你都仲會一次又一次坐返去嘅啫。以前有個荷官入行之前做過數學老師㗎，每日8個鐘派牌收籌碼，望住同一班人坐低，又望住同一班人走。幾年落嚟，佢見過太多人研究規律，有人睇路單，有人追長龍，有人拎住紙筆當賭場係考試咁款。佢最後發現，賭台上面最常見嘅從來唔係數學嚟㗎，係人點樣用數學說服自己繼續賭至係啊！最諷刺係，好多人明明知道晒呢啲道理，坐返去嗰陣，決定佢繼續賭嘅嘢，仍然唔係數學嚟㗎，而係一句再嚟多鋪啦。呢句說話同你有冇讀過數學完全冇關係嘅。賭場最常聽到嘅一句就係出咗咁多鋪莊，總該閒啦啩，聽落好合理啊！但問題係，大部分賭台遊戲每一鋪之間係冇關係㗎，前面出過咩？點會影響下一鋪啊？人啊，天生中意揾規律㗎，見到紅藍咁排，個腦會忍唔住編故事出嚟。3次一樣有勢，5次一樣繼續追，10次一樣就快斷啦嘛。同一張路單，兩個人可以有完全相反嘅結論㗎。一個話順住買，一個話咁長啦，斷硬㗎啦。最神奇嘅係，無論開咩，總有人覺得自己差少少就啱呀。所以好多人睇路單睇到凌晨，根本分唔清自己係研究概率定係幫自己揾理由落注嘅啫。路單最犀利嘅地方唔係預測，係令你覺得自己睇得明咋。以前冇路單嗰陣，人反而謹慎，因為唔知下一鋪會點。一有圖表，人就覺得有路捉咯。於是有人拎紙，有人拎電話，有人有自己一套公式，中咗就話方法有效，唔中就話參數要改。好少人肯承認最簡單嗰個答案，今鋪根本乜都解釋唔到㗎。輸錢唔恐怖，恐怖嘅係輸完仲有套理論解釋點解下一鋪要繼續呀。好多人以為唔識概率嘅人先容易輸嘅啫，其實未必㗎。完全唔識嘅人輸幾次可能會驚，知道自己唔識，輸咗就走㗎啦。最麻煩嘅係嗰啲識少少嘅人，識少少概率，聽過大數定律，知咩叫隨機，然後覺得自己可以揾到漏洞喎。賭台由娛樂變咗智力競賽，一旦變咗智力競賽，人就更加唔忿氣輸啦。因為輸咗唔會覺得自己運氣唔好，而係邊度計錯咗，方法邊度要改，係咪樣本唔夠？於是輸錢唔再成為離開嘅理由，反而變成繼續研究嘅理由㗎。呢個先最危險呀！完全唔識數學嘅人輸3次就怕，識數學嘅人輸30次仲可以寫3000字分析報告添。佢會話長期概率一定係咁，短期偏差只係暫時。但銀行戶口唔會因為你識數學就唔扣你錢㗎嘛。嗰個做過數學老師嘅荷官成日用拋銀仔嚟講，一枚正常銀仔拋10次，可能55，可能73，甚至連續幾次同一面都唔奇㗎。次數少嘅時候，結果可以好極端，但當次數去到10萬次、100萬次，整體頻率先會越來越接近理論概率。呢個就係大數定律嘅意思咯。好多賭徒啱啱相反咁理解嘅，佢哋覺得長期一定會平均，咁短期偏得太勁就一定會即刻修正。所以連續出同一樣嘢，佢哋越嚟越興奮，欠我嘅結果就快返嚟啦咁樣。但概率從來冇欠過任何人㗎。前面發生過咩？唔會因為你輸咗好多錢就同情你。賭場經常發生嘅事係賭徒用長期規律去解釋短期結果，然後攞真銀去等一個自己想象嘅回歸。呢樣嘢同數學冇關，同心理有關嘅。假設有2個選擇，一個係穩穩陣陣攞到一筆錢，另一個有機會攞更多，但可能乜都冇。好多人會揀穩嗰個，因為錢已經到手，冇必要冒險呀嘛。但將問題反轉，一個係確定會蝕一筆錢，另一個有機會唔蝕，但可能蝕更多。好多嘅選擇即刻變㗎，因為面對已經蝕咗嘅錢，人會極度唔願意接受。呢個就係賭場最常見嘅場景啦。你原本諗住輸1萬就走，真係輸到1萬嗰陣，你開始諗唔得，至少攞返，然後再嚟，輸到2萬，目標又變2萬，輸到5萬，5萬都要追。到最後，你唔係為咗贏錢，你係接受唔到啲錢真係冇咗。
所謂翻本，好多時唔係貪心，係唔忿氣認輸嘅啫。好多賭徒第一次沉落去，唔係因為一開始就輸，反而係因為一開始贏過嘅，贏5000、贏2萬，甚至1萬，贏幾個月人工。呢種經驗會牢牢記喺個腦度，第一次入去就贏錢，會產生一個印象，呢度係揾到錢嘅。之後就算輸，第一次贏嘅記憶都會被拎出嚟，以前得過，再嚟都得㗎。而且輸錢嘅人好少會周圍講，贏錢嘅人就好鍾意講，贏5萬講，贏10萬講，1萬翻幾倍更加講。所以你聽到嘅賭場故事天生就係編嘅，成日聽到邊個贏錢，但好少聽到同一個人後嚟點樣輸翻晒。贏錢唔會證明你嘅方法啱，只係證明你嗰次好彩咋。但係好多人都將呢兩樣嘢調轉咗咯。賭場仲有一類人專門追長龍嘅，連續出得越多，佢哋越興奮，因為覺得就快斷。第一鋪唔中加注，第二鋪唔中再加。佢哋相信只要中一次，之前嘅損失全部翻嚟，聽落好有邏輯呀。但問題係加加下注碼會變得好大好大，而一個人嘅錢係有限嘅，賭場嘅限紅都係有限噶嘛。所以賭徒真正面對嘅唔係理論上遲早會中，而係喺中之前你嘅錢撐唔撐得住啊？以前澳門有人用呢種方法，每日贏少少，連續贏幾個月，結果遇到一次極端長龍，之前累積嘅利潤一鋪清袋。呢啲故事有個名，千日砍柴，一日燒光咯。賭徒最易犯嘅錯誤係用一次結果去證明成個方法，計咗條數，落注中咗就話得咗。如果冇中呢，通常唔會話個方法錯，而係話樣本唔夠，運氣唔好，再試多次。所以好多賭場理論都有一個共同點，贏咗證明你叻，輸咗唔算數嘅。呢個邏輯最大嘅好處係永遠唔會輸，因為所有結果都可以重新解釋。但銀行戶口唔會陪你解釋嘅，戶口只會話俾你聽一個事實，入咗去幾多，出嚟剩幾多咋。好多人淨係研究賭胎，好少研究賭場本身喎。點解賭場入面冇鐘？點解食飯飲水都可以喺入面解決？點解大客有人接送？點解酒店咁舒服？原因好簡單，一個人只要仲留喺度，就有可能繼續賭㗎。你原本諗住玩半個鐘，但係賭場入面冇日頭冇夜晚，冇人催你走，一局一局好快，等你回過神，已經過咗3個鐘、5個鐘，凌晨2點、凌晨4點，你已經攰，判斷力都差咗，但賭局仲繼續緊。賭場最叻嘅嘢就係將輸錢變成一種冇明顯結束點嘅時樂。普通人響街外餓咗會去食飯，食完可能就返酒店。賭場唔想你咁做啊嘛，所以飲品送到面前，有餐券，豪客連車都安排好，表面係服務，實際上係減少你離開嘅理由呀。因為你只要行出賭場，吹下風，食餐飯，沖個涼，個腦會清醒。但如果所有嘢都可以喺入面搞掂，賭博同生活嘅界線就越嚟越模糊。最後你成日好似淨係得一件事，下一局幾時開嘅啫？澳門仲有一樣嘢好易令第一次去嘅人上頭，待遇啊！一個平時揸10幾萬車嘅人去到澳門，有人接，住靚酒店，有人叫老闆，食飯唔使排隊，公關記得你飲咩茶。呢種體驗對普通中產嚟講會產生一個錯覺，原來有錢人就係咁生活嘅。問題係呢種待遇同你嘅真實身家冇關係嘅，同你落幾多注、輸幾多錢有關咋。錢仲喺台上面嗰陣，你係老闆；錢冇咗之後，身份都一齊冇埋。但體驗過一次之後，你會開始嫌棄以前嘅生活。以前住普通酒店冇問題，而家覺得唔夠班；以前揸10幾萬嘅車都正常，而家覺得冇面。慾望一高，正常收入就好難滿足。最後輸嘅唔止係錢，仲有對普通生活嘅耐性咯。賭場好多設計同數學冇關，係心理嚟嘅。老虎機完全可以靜靜地運作，但現實偏偏要有聲、有燈、有動畫。因為人唔係淨係為咗結果而玩，操作本身就有刺激嘅。撳一下等結果，差少少再撳一下。特別係當兩個圖案一樣，第三個啱啱停喺隔籬嗰陣，你會覺得差少少咋，下次一定得。但差少少並唔等於下次機會大咗嘅，佢只係令輸錢睇落似接近贏錢咋。於是你不斷撳，一次又一次。賭場遊戲最叻嘅地方就係會俾你一種差啲贏嘅感覺，而呢種感覺往往比完全輸晒更加留住你啊！嗰個做過數學老師嘅荷官成日俾人問同一個問題：下一把買咩？有冇感覺？
佢每日坐喺賭台前面，一年睇過嘅牌局比普通賭客一世都多。如果經驗真係可以預測，咁最應該發達嘅人就係荷官啦。但現實係佢哋每日返工出糧，做夠8個鐘返屋企啫。睇得多唔等於知道未來。荷官只係按規矩完成呢一局，下一局會係點？冇人因為睇多幾萬次就識得預知嘅。佢後嚟講過一句話：如果有人話佢知道下一張牌係咩，佢一係呃你，一係呃自己。呢句說話可能係佢由老師轉行做荷官之後學到最真嘅一課咯。浸得賭場內嘅人會出現一種奇怪嘅變化，贏錢當然開心，輸錢當然痛，但係時間再耐啲，最強烈嘅感覺可能唔係錢，而係開牌嗰幾秒，落注等翻牌，結果心跳一下上咗，然後馬上進入下一輪。賭場遊戲嘅共同點係反饋好快嘅，做生意賺10萬可能要1個月，返工賺1萬要30日，但賭台唔使幾十秒就知結果。你個腦一旦適應咗呢種速度，返到正常生活會覺得一切都太慢，返工慢，儲錢慢，連玩都唔夠刺激。呢個先係好多人離唔開賭場嘅真正原因，唔係諗住贏錢，而係個腦已經習慣咗下一秒就有結果呀。一個數學老師做咗幾年荷官之後，得出嘅結論好簡單：數學從來冇教過任何人下一局點買嘅，佢教嘅係另外幾件事。隨機就係隨機，短期結果可以好極端，過去發生嘅事唔會因為你已經輸錢就補償你。如果一個遊戲長期對玩家不利，玩得越多次，短期運氣越幫唔到你。所以識數學嘅人入賭場唔會突然多咗超能力嘅，佢最多只係比其他人早啲知道。所謂方法、走勢、手感，好多時只係唔同版本嘅自我安慰咋。佢可以將所有概率數字背俾你聽，可以寫滿10張紙解釋大數定律。但當佢坐低嗰陣，會唔會落注？會嘅，因為佢會話自己今次只係玩下啫，話我唔同其他人，我有底線，話贏少少就走。而呢啲說話，每一個輸清光嘅人都講過咯。呢個先係成個故事最值得睇嘅地方。賭場入面唔缺聰明人㗎，有老闆、工程師、醫生、會計、做金融嘅，甚至教數學嘅。佢哋好多人都知道概率係咩一回事，但係坐低之後，人嘅決定唔會永遠聽從知識嘅，因為輸錢會唔忿氣，贏錢會覺得自己有天分。人哋輸就話人哋冇控制力，自己輸就話下次可以修正。所以賭場真正靠嘅從來唔係客人唔識數學，而係只要人仲有慾望、僥倖、唔忿氣同我可能係例外嘅感覺，數學就未必攔得住你嘅。嗰個做過數學老師嘅荷官後嚟辭咗職，佢離開賭場嗰日，企喺大廳望住一張張賭台前面嘅人，有人睇路單，有人撳電話，有人同朋友討論。佢望咗一陣，佢教過概率、隨機、獨立事件，全部冇錯。但係佢都明咗一件事，人知道正確答案同人會跟住正確答案做，中間可以差好遠嘅。賭場每日最唔缺嘅就係識得晒所有道理嘅人，佢哋可以將概率講得頭頭是道，但最後坐返去嗰陣，決定嗰筆錢去邊嘅，往往唔係數學，而係一句再嚟多鋪啦。小賭不怡情，沉迷生慘案，唔賭先正係真嘅贏。歡迎關注戒賭公益頻道，益點點。我哋希望用賭博嘅個案警醒嗰啲正在參賭、立志戒賭或已成功戒賭嘅人。賭場冇朋友，淨係得輸家。賭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